你顶礼拜请咱这个结婚的喜庆，请到第四路菜都无安尼。无啊，什么我请喜庆？对啊，顶礼拜我也无结婚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讲我清楚啦，安尼观众会误会呢。对，我讲话讲了伤简单。我是讲你唱咱这个庄卡结婚的料理，唱到第四路菜，咱时间就够啊。哦。你就是讲这啊？对啊，人即马观众咧等礼物，等我食，俺就赶紧搁唱落去。好，恁大家听，我来用唱的。袂饱呢，加出2碗啦，拄啊拢食卡的吼。好啊，即马开始就来做迄个食粗饱的，对。老我出来呀，无菜色啊，一碗红烧五全鸡，料理卡了真够多啊，真够多，我了就海产汤粿。三碗出来比下水，清汤来啉比会开，恭喜新娘在定柜呀，哎呦喂，好多新鲜正就贵呀，好一个福禄寿全行小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阮今仔日请的虽然毋是满汉全席，但是恁若想要食第11路菜啊，同款嘛是在等后礼拜哦。对，后礼拜你毋通袂记的哦。